歡迎嚟到豬蛙廚房。尋晚同豬大人喺屋企打邊爐，食剩咗啲金菇、蝦滑同埋響鈴。今晚一於加幾個番茄一齊煮晒佢，可以當一味餸之餘，又順便清理埋啲食材。食譜會放喺片尾，事不宜遲，即時去片。先準備材料，分別係響鈴1包、蝦滑1包、番茄3個、蒜頭大概1個，同埋1包金菇。另外需要準備6款調味料，分別係鹽、糖、茄汁、生抽、蠔油同埋粟粉。第一步先攪碎啲蒜頭，然後備用。第二步準備一啲暖水，再將蝦滑開封，隨即就可以將響鈴浸暖水。平時食開都知道，響鈴遇水好快變腍，避免浸爛嘅話，每條響鈴浸水10至15秒已經好足夠。下一步就可以將浸軟咗嘅響鈴攤開，再喺響鈴上面擠上蝦滑，調整好位置之後，就可以將響鈴捲返好。重複剛才嘅步驟，將餘下9條響鈴都包上蝦滑，完成後放入雪櫃冷藏備用。下一步就將番茄洗乾淨，然後將番茄切片，厚度就大概同畫面入邊一樣。最後將金菇都洗乾淨，咁就萬事俱備，可以開始煮啦。首先預備一個砂鍋，然後加啲油，啲油熱咗就加入蒜蓉，然後炒香。當有蒜蓉嘅香味釋出，就可以加入番茄，跟住慢慢將番茄炒到軟身，而且釋出水分。喺等候番茄煮到變腍嘅途中，可以先調校醬汁，先加入粟粉半湯匙，蠔油1湯匙，茄汁1包，大概8克，生抽2湯匙，仲有適量嘅鹽。最後加入大概1碗嘅凍滾水，攪勻所有調味料備用。喺呢個時候，番茄已經釋出水分，可以加入糖，然後兜勻。接住落嚟就可以加入金菇，同樣要炒到變軟身，就可以加入響鈴。最後加入頭先已經調好咗嘅醬汁，跟住就可以冚蓋，調校至中火，煮8分鐘。8分鐘之後，香噴噴嘅響鈴包蝦滑完成啦！即時捧出去開飯先。豬大人打開蓋一睇，不禁讚嘆：我竟然用咗尋晚食剩嘅火鍋料做咗一味餸。響鈴夠晒索汁野味，入面包住彈牙嘅蝦滑，口感即時豐富咗。再加埋同樣索汁嘅金菇，同埋酸酸甜甜嘅番茄，令呢道餸變得更加容易送飯。下次打邊爐如果有同樣食剩嘅配料，不妨試下整呢味餸啊！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